没吃东西了。非常不好意思，还请他多理解。他也没有告知他，而是把他直接丢给了文山的接待方。但是这个文山的接待方最近网上有人因为亚斯米的事情诋毁我，我也想和大家说说我遇到的情况。首先，这个在网上说我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说这些话有证据吗？亚斯米是大家都喜欢的歌手，大家都希望听到他动听的歌声，我和大家是一样的，不然我就不会积极参与亚斯米的接机。2月10日是大年初一，据我所知，当时邀请他到中国的是一位红河的歌手，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去机场接他，也没有告知他，而是把他直接丢给了文山的接待方。但是这个文山的接待方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来接他。我在美国采访过亚斯米，作为朋友，我才亲自到机场接了亚斯米。接了亚斯米后，文山的接待方要求我把亚斯米送到网约车上去。那这个时候亚斯米已经20多个小时没吃东西了。我向他解释，哎呀，不好意思了，这是大年初一，非常不好意思，还请他多理解。我给他们4个人兑换了钱，购买了零食和水，方便他们在网约车上缓解因为长途奔波带来的疲惫。因为当时我和其他朋友收到屏边花山节的邀请，我们就去红河了。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邀请亚斯米的人，他们为什么不露面，而是由我来接机？我还没有得到答案，大年初2我就被蓝帽子叔叔请去喝茶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红河邀请亚斯米到中国的这个人，前一天也就是大年30就被请去喝茶了。为什么到现在他没有出来说一句关于这个的话？所有的风向都一边倒，难道谁先站出来说的就是事实的真相吗？他们连累我也被请去喝茶，这个事件谁又来为我负责呢？难道就因为你们一个都不出来接机，就因为我出来接了亚斯米，你们就这样对我吗？至于亚斯米能不能上台唱歌，这不是谁说了算谁说了办的吧，而是邀请亚斯米的这个人接待亚斯米的团队，应该对他的整个中国行程进行安排，并且根据国家要求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报备吧。亚斯米什么时候演唱唱什么，都应该是他们的工作，都应该由接待方做好一切准备和安排。我是一个文山人，在美国住了多年，非常感谢美国苗族同胞对我的照顾。我回到中国想做的，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海外同胞和我们的父老乡亲有一座沟通交流的桥梁。亚斯米的事件，没有哪个小人想害谁，是相关邀请和接待团队自己的工作没做好。我们反思一下，国家的相关监管，我们是不是应该配合？对海外涉外的知识层面，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学习一下？我真心希望下一次海外的苗族同胞想回家看看的时候，能感受到我们这个家其乐融融，大家欢聚一堂，好好的吃一顿年夜饭，而不是让远方的家人回家时感受到的都是乌烟瘴气，连一个接机的人都没有，用污蔑别人的手段甩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真的不应该。